校长手提大小无共款的香蕉仔，互学生认捌，过来放入去机器内底流互喙，倒入去碗仔内面，加入糖、盐、沙拉油，煮熟了后，放入去2人排罐仔内底，无到半点钟，香蕉仔上就做好啊。大个香蕉仔甲细个香就一比一混合，加一寡调味料，就简单，伫厝里嘛会使家己做。咱做开始是橙红色，你外口的红色的，伊个拢毋是完全是天然的。咱今日教咱日讲迄个小朋友来做。明做完全天然健康的。2人国小配合自然课程，教学生如何种香蕉仔，家己动手制作香蕉仔酱。完成了后，学生将所有的香蕉仔知识进行重点整理，最后入去量影瓶，用台语录小改影片。有人会讲国家，有人说辣椒的副产品，有人说种辣椒的过程，然后我是说辣椒的种类。真了解之后，会使对世界各国，因用的辣椒搁咱台湾用的辣椒搁因这的辣椒有啥物无同？小小的辣椒但是却是很大的大的学问啊！学生甲影片透过参前5分钟，堪综合所有的师生分享，相当有意义。最近食安问题，食甲大家拢心惊惊。也毋过学校的食农教育，互学生了解为产地到产地的完整过程。今日新闻报道。